去10年時間喺呢個投資世界裏邊，我學懂咗一件事。與其追追逐逐尋找呢個水晶球預測市場，不如建造你自己嘅規劃方舟。呢隻規劃方舟有3層嘅甲板嘅，第一就係個底層啦，我哋叫安心倉，可以存放足夠家庭平穩嘅航道，大概預3至5年嘅流動資產啦，讓到大家可以無視短期嘅風浪。中層呢，就我叫核心倉啦，可以喺啲全球化配置嘅穩健資產啦，唔係追求最快，但係追求係最平穩嘅。而喺呢個方舟頂層就有個叫探索倉啦，用一小部分去滿足對新興市場啦一啲主題機會咧嘅創造性同埋好奇心，亦都唔會影響咧成個整體嘅航行嘅。咁我角色咧就係同你一齊咧成為呢艘方舟嘅聯合設計師，根據你嘅家庭結構、職業特性，打造咧獨一無二嘅抗波動嘅體系。其實好嘅規劃咧就唔係預測個天氣，而無論係咩天氣咧，都可以按照你自己嘅節奏咧往前行嘅。